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56到69节。约翰福音第6章56到69节，和合本圣经在新约135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61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的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以上，请本堂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听得进去，听得进去。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在主日聚集在你的面前，在圣殿里敬拜赞美你。此时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成为我们的帮助。愿你赐福在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帮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很多东西，我们也会说很多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处在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世界当中。那我们常会听一些歌曲，或听一些诗歌。可能我们在学生时代所听的歌，跟你出了社会，你后来结了婚，成了父母，你所听的歌曲会不一样。那么目前你最喜欢听的诗歌是哪一条？你最喜欢的音乐是哪一种形式？为什么呢？这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就有不同的一个看见，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影响。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哪一句话曾经深深的影响你，来改变了你？那句话是你的生命从此改变不一样。那么目前你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又是哪一句呢？在这个生命的过程里面，你曾经有没有听到那个让你难以接受的话，让你听起来非常的刺耳，没办法接受，或者是说你听到的那些话，其实你不明白，很难去懂它的这个意思。我们常常在说，我们听到都是这样。那有没有我们常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怀疑对方到底有没有听到？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成为父母了。我们常常跟小孩在讲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听到？尤其是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所得到的那样的回应反应，常常会让我们觉得他好像没有听到，我就必须再说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说。然而，在这些话语里面，到底哪一些话对你有影响？是来自于父母的话呢，还是来自于师长的话，还是来自于你的朋友、你的同学，甚至是公司里面的下属长官呢？其实透过文字、透过说话的方式在沟通，我们可以将自己内心所想的来表达出来，但是听的人
到底有没有听到？听的人到底有没有听清楚你要所表达的意思？生命教育的课程里面，我们放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里面描述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有没有听懂的一个意义？这个小小的故事说，有一个小孩，他在家里，他在玩游戏。那天有人按门铃，妈妈把门打开，然后那个人进来，那个妈妈就直接回头跟小孩说：“他说回头说叫爸爸。”这个小孩子听到叫爸爸，他的当下反应什么？我要叫那个今天来我们家这个门口的这个人男生爸爸吗？他在那边很犹豫。可是呢，这个妈妈又再一次说叫爸爸，孩子开始怀疑了。他在想，难道我要叫这个人这个陌生人爸爸吗？就坐在客厅看电视的阿公阿嬷也看着他说叫爸爸。哇，他开始心里开始想怎么办？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跑到爷爷奶奶面前说：“谢谢爷爷奶奶的照顾。”跑到门口跟妈妈说：“谢谢你多年来的养育。”然后就转头对那个陌生人说：“爸爸。”这个母亲就告诉他：“你怎么了？我是叫你去叫爸爸，因为修水电的工人来了。”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其实沟通表达的一个重要性。然后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明白对方所说的话呢？其实以色列人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呢？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上帝告诉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并将一切的菜蔬果子给你们做食物。”我想到这里，上帝讲到这里，亚当应该很清楚明白。接下来，上帝又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有没有听耶和华上帝的话呢？当耶和华呼叫摩西的时候，摩西立即的回应反映上帝，但是他听到上帝要他去见法老王，并且要将以色列百姓领出埃及，带离他们脱离那个受逼迫压制的地方。可是摩西的回答却是：“我是什么人？我有这个能力吗？我说的话，以色列百姓他们会听吗？甚至说我不会说话，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我不太会说，我怎么能说服他们呢？”摩西有听上帝的话吗？在旷野的时候，百姓要求要有食物、要有水的时，摩西很生气的用杖去击打磐石，这磐石就出水了。摩西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呢？当耶和华上帝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所有的百姓在山下都看见、都听见，看见那个打雷闪电，听见那个号角的声音，看见了山上在冒烟，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害怕，他们远远的站立，他们告诉摩西说：“求你与我们说话，我们一定听。”在十诫里面，耶和华吩咐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听呢？当大卫即将过世的时候，他将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招聚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说：“你要遵守耶和华上帝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无论你做什么事，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所罗门王有没有遵照大卫所遗留下来的诫命呢？在列王纪、在历代志中，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王在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信仰，带着他们向前走。不过，上帝在这几个世代当中，他
他依然透过许多的先知，将上帝他自己的这个心意，透过这些先知来展现给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知道这些王、这些百姓有没有听先知所传达出来的话吗？挪亚，我们知道他听了上帝的话，建了一个方舟，行了让上帝跟人再一次的重新的立约，让人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他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呢？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给你福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甚至上帝要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孩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上帝所指示的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有没有听上帝的话呢？当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你要进入迦南地，而且你会面对许多的战争。”上帝也在这个当中告诉约书亚说：“你要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你就可以凡事顺利。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听完之后，他有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个旧约，这么多人，上帝跟他们说话，那么现在的我们到底有没有听见上帝跟我们说话呢？其实在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当中，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而且接收到一些观念。牧师从小也是这样接受这些观念，比如说人定胜天，比如说你要功成名就，要衣锦还乡，甚至你要有钱有势等等的。这一切都让我们陷入在一种追求物质的一种享受或权力欲望的里面。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就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在这样的一个观念下，其实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优先、以利益为导向的一种价值观。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其实已经迷失在这一种的一个观念里面。尤其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台湾的一个媒体的一个报道，深深的影响着我们下一代以及我们这个世代人的价值。最近的新闻常常一打开就是报同样的事件，往往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也许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有关于我们的一个国家生存、我们人民的一个生存的一些事件。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的价值观。那么上帝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听到呢？在我出社会开始就业以后，我也迷失在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当中。我做业务，当时的业务我做的是汽车业务，当时汽车业务是以卖方为导向，也就是说我 sales 我要卖你什么是由我决定，价格虽然公司有定一个标准，但是我可以坚持在那个地方，要不要买随便你，你不买有人来排队来要买。在这样的一个追求物质、追求金钱的观念下，其实就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得到更多的订单，就陷入了一种需要交际应酬、需要生活作息改变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这样的观念其实不断的影响着我们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当时虽然有一年我的业绩非常好，看起来所得税所报税的是很高的一个收入，但是却失去了很多的东西。然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
我们要如何让上帝的话语在这里面来运行呢？其实上帝的话语早已经在台湾这一片土地上面了。我们知道，以长老教会的历史里面来看，在台湾147年，这100多年来，上帝的话语透过过去历代的信徒，已经将上帝的话语传达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所以我们能说，百姓真的没有听过上帝的话语吗？在他们的生活中，真的没有接触过上帝的话语吗？我从小开始读书，我有没有接受过，有没有听过上帝的话语呢？我的幼稚园读的是教会所办的幼稚园，我想我那时候应该听过上帝的话语。我国中读的是教会的学校，也在我记忆当中，我也有听过上帝的话语，只是在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也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在1996年，我正是真正的第一次接触到上帝的话语，也就是我现在手头上所拿的这一本圣经。这是我的第一本圣经。当初送给我圣经的有位长老，他写了一段话来劝勉我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其实当时的我并不明了。我的家人在后面也写了一段话说，愿神的话语伴随你一生，使你及你的家人都蒙受恩惠。我也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那个时候听到上帝的话语却不明白，有听没有到，有看不明白他的意思，圣经更是看不懂。我第一次拿到这本圣经，我就把它翻开，人家拿给我就把它翻开，我就翻开，我就翻到利未记，看了一堆，他到底在写什么？看不懂，合起来放着，它就摆在我家的某一个角落。直到时间的经过，上帝亲自的带领，我渐渐的开始学习来读上帝的话语，学习聆听上帝的话语，学习寻求上帝的旨意。到如今，我仍然还在学习。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听见上帝的话语吗？你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吗？我们常看见有人在做见证，他见证说，他遵行着上帝的话语而且照着去做，不单单只是照着做，还把它在他的生活中表现出来。那么就看到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恩典就在他的身上，而且是一个备受祝福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常常已经知道，我们却不去遵行。上帝他依然在等待着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去遵行他的话。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听懂上帝的话呢？其实门徒有没有听懂耶稣所说的这一段话呢？耶稣在行了许多医治的神迹之后，很多人因此而聚集在他的旁边来跟随着他。有一天到了吃饭的时间，耶稣就问门徒说，我们要从哪里来买饼，让这些人可以给他们吃呢？他的门徒当中的安德烈就回复说，我们只有5个大麦饼2条鱼而已。耶稣拿过来祝谢之后分给众人吃，吃完还有剩。耶稣在众人吃完之后，他与他的门徒离开，往迦百农去。所有这一群人看不到耶稣，就开始寻找。找到了耶稣之后，他跟耶稣的一些对话里面，耶稣其实很清楚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因为这些人在想的是那属世间的那种物质的一个需要，他们只知道他们吃饱了来喂饱他们肉体上的需要，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永远不渴。是告诉众人不要只想着以物质来满足你肉体上面的需要，而是要去领受那人生命中最深层的那种需要，就是从天而来的粮食，它能够满足你一切的渴望和需求。
周围有些犹太人，就因为耶稣说了“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这句话，就开始议论。因为他们只有看见耶稣所施行的那些神迹，以及他所展现的这些能力，他不明白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意义。耶稣就再一次将过去以色列祖先在旷野中所吃的玛纳，最终还是死了，与他来要得一个永恒的生命做一个比较。所以他又说了：“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生命所赐的。”哇，这句话就是我的肉，引起更大的争论了。那这个肉到底代表的指的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书一开始就宣告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在表明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唯有透过耶稣，我们人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人的生命的需要才能够被满足。而犹太人依然在那个肉身以及物质的这个范围里面在打转，所以耶稣再一次的用属灵的角度在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耶稣是以肉身进入世界，陪伴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一切的喜怒哀乐，是一个人性的一个表现。然而这个血更是表明了我们人的生命是要与上帝有连结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生命。耶稣讲完这一段话，跟随他的门徒就回了这一句说：“这些话很难呢，怎么能听呢？谁能听呢？”听起来他们好像听不懂，真的很难吗？原文这个难的意思，其实是一个粗野、讨厌的意思，并不是一种无法了解、无法明白、听不懂的意思。这个难的意思是说，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不喜欢。因为门徒听见耶稣说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全都是以物质的眼光来看待，所以他们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于是耶稣很清楚知道这些门徒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所以他再一次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可是门徒还是未能看透耶稣所做的事情，听见耶稣所做的话，却明白是天父上帝要透过耶稣使人得到永生的这个意义。所以当下就有许多人离开了，不再与耶稣同行。在现今的我们很幸运，我们很有福气，我们有这本圣经，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话语。我们也有历代许多的神学家为我们做了许多的注释书，能够让我们透过这些书籍，透过许多历代这样的一个信徒前辈，让我们来明白这个信仰。但是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吗？还是我们也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我们眼睛只有看见那物质上面的一个好处，心思意念是停留在那样表面的东西吗？耶稣很用心的要将人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不过因为人的不相信，就无法跟着耶稣走。过去我们会以自己的思想、意念、利益为优先的考虑，而如今我们可以很直接的来读到上帝的话语，来从这个经文当中去看见耶稣的教导。但是我们真的有明白这些话语里面的真正意义吗？也就是说，在某种环境底下，你可能只会想听你想要听的，你只会想要听对你有帮助的话语，甚至用上帝的话语来做背书，断章取义，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其实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上帝从天降下来赏赐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连结，没有人可以不接纳他。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活得有意义，在将来能够进入永生，我们就要知道这是一个真理。整本圣经里面所要诉说的，
都是要告诉我们上帝要传达给我们的真理。许多人会说：“我相信啊，我信耶稣，我相信基督。”但是却没有去了解上帝话语这当中的一个奥秘，没有去追求那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成长，只停留在属世的眼光。其实我们人真的无法完全去了解上帝的那个奥秘，但是任何一个诚实而且是有思想的人，都一定会承认有上帝奥秘的存在。所以当你听到上帝话语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话很难，谁能听啊？会觉得不舒服，会觉得不喜欢。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上帝要挑战你的生命，要你别再用属世的眼光，用这种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上帝的话语。教会在去年到今年，我们在用每日研经释义在读，也就是要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来明白了解上帝的话语。其实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要帮助这些门徒，其实也在帮助现代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明白那个从天而降的这个恩典与爱。所以耶稣常常用比喻、用故事来告诉我们，有99只羊的比喻，有葡萄园工人的工价的比喻，有浪子回头的比喻，有芥菜种的比喻。这些比喻都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与主来连结。我的大儿子从小学1年级开始，我们就开始做家庭的晚上的读经祷告。在这过程当中，一开始就翻开圣经给他读，或者用主日学的周报读。他刚刚接触的时候，他就开始很多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就本着呢过去在神学院所受的神学知识呢，就开始告诉他。结果我发觉，往往越讲他越模糊，越讲他越听不懂。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呢？然后我就安静下来，然后就找了一些属于小孩子的灵修书籍，一直到现在，我不知道他到底懂了还是不懂，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语已经在他的心里面了。我相信这个话语对他的未来一定有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过去我们还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只是用知觉、情感、意念的方式在生活，也就是我们用肉体的方式在过我们的生活，这是属于肉体的一种生命。我们只知道安排肉体上的需要，早上我要几点起床，早餐我要吃什么，中午我要吃什么，今天我要去哪里，就只为了肉体上的这些需要而忧虑。耶稣已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借着他与上帝来和好。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如果是属于上帝的这个生命，应该不单单只有知觉、情感、意念这些东西而已，应该还包括了属于灵性上面的，属于上帝的一切的活动。这种生命是不会朽坏的。要得到这种生命，就要接受上帝的话语。基督是生命，是一个真理，也是祝福。主耶稣来了，是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的时候，他同时也叫我们经历过他这样的一个同在，也是与他同钉十字架、同埋葬、一同复活。有时候我们常用在讲的与主同死，与主同活。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回应，就是要将上帝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众人听见、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爱与恩典。我们要用行动，不单单只是说而已，你还要付出行动，要走出去，将上帝的话语给那些人知道。教会
其实一连串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福音行动。今天下午1点，我们在1楼的走廊，我们就有咖啡福音的行动。在第2场礼拜，我们在做礼拜的时候，就有到文昌公园的医疗关怀的行动。在接下来这个礼拜6，我们有平安7月的音乐会的一个行动，甚至在礼拜天的晚上，我们还有林书豪一个见证奇迹之夜的一个在这边的一个网络直播的一个行动。这些都只是一个工具，让每一位能够参与在传福音的一个事工上面。所以当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唯有耶稣是永生之道，没有别的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是多么的幸福，能够直接将上帝的话语